如果你同我一樣睇過《灣岸午夜》同埋《速度與激情》《東京漂移》中反派嘅座駕，你一定對呢台又係按摩又係淑女嘅 JDM 跑車有印象。佢就係尼桑 Fair Lady G。將窈窕淑女呢個名放喺一台跑車身上，係因為當時一部音樂劇《My Fair Lady》深受社長喜愛，於是就將呢個名放喺一台啱推出嘅跑車身上。喺1969年，尼桑 Fair Lady G 正式登場，而喺北美就以達生240、260、280G 為名。佢嘅外觀喺北美十分受歡迎，超長嘅車頭、雙門揭背、前置後驅直列六缸嘅發動機，結構簡單，耐用性高，再加上$35,000嘅售價，好快就喺北美打響咗市場。而呢台車喺賽事方面亦都攞到咗唔錯嘅成績，全國跑車錦標賽 SCCA C 組賽事中獲得70同71年冠軍，東非嘅 Safari 拉力賽中豪取19屆同21屆冠軍。第一代嘅 Fair Lady 就獲得咗巨大嘅成功，而喺停產嘅多年之後，又因為90年代灣岸結束嘅動漫主角駕駛住一台600匹嘅按摩機喺日本首都高狂飆，同埋當時街機賽車嘅遊戲爆紅，讓佢再次進入咗大眾嘅視線，讓更多人迷上咗呢台淑女跑車。到咗第二代，為咗迎合更多人嘅需求，提升咗車內空間同埋更加舒適性嘅懸掛。不過因為過遠嘅底盤，令佢進行高速過彎時十分吃力，失去咗跑車應有嘅駕駛樂趣，受到咗部分車迷嘅吐槽。但係依然阻止唔到 Fair Lady 喺賽事上取得咗成功，再次喺 SCCA C 組賽事中獲得咗3次冠軍。而喺發售嘅後期，日產喺北美市場推出咗 280ZX 嘅渦輪版本，08加速僅需7.4秒，比好多同時期價格高昂嘅歐洲跑車都仲要快，令佢喺市場上獲得咗唔錯嘅銷量，亦都奠定咗這系列往後偏向轎跑嘅定位。1983年第3代 Fair Lady G 登場，引擎更換成動力更好嘅 VG 系列，車身線條更加流暢，再加上當時流行嘅跳燈設計，讓佢成為日產產量最高嘅 G 系列車型。值得一提嘅係，日產喺1988年到1991年嘅 IMSA GT 賽事中獲得咗4連冠，而嗰兩台冠軍車型所搭載嘅引擎就係呢一代 Fair Lady 38ZX 同款發動機 VG30ET。喺進行強化、改裝以及調校之後，動力被壓榨到739匹馬力，686牛米扭矩，睇得出日產真係非常積極打造緊自家跑車嘅形象。而到咗下一代，更係將呢份賽車基因繼續展現落去。更多關於台 Fair Lady G 嘅資訊，可以到懂車帝 APP 查看。